大家好，我係東東雲吞麵小薯護士。今日呢條影片唔係齋講書，而係教你3件事：點樣唔搞傷阿婆，點樣唔搞爛自己條腰，點樣做個型到爆嘅照顧者。有冇試過扶阿婆起身，第二日自己腰痛到落唔到床？有冇試過一手拉阿婆隻手，佢哎呀一聲？有冇覺得照顧長者好似大力出奇蹟？如果中咗一條，恭喜你，今日你啱啦。記住一句潮語：扶抱唔係鬥力，係鬥腦。Work smart, not hard。點解一定要學？香港人口老化爆燈燈，照顧者需求大到爆煲，姿勢錯1秒，痛足一世。扶抱3大中伏位要識避：一、腰椎勞損，彎腰提重，腰椎承受幾倍壓力；二、肩關節脫位，甩罩，硬拉長者手臂協助起身；三、跌倒受傷，輪椅冇鎖，迫力地滑，姿勢錯。阿婆從床上坐起，你硬拉佢隻手，咔一聲甩臼啦。呢個係我見過最常見嘅悲劇。核心心法：借力使力。長者方面，發力3寶：雙腳踏實地面，膝蓋稍收後，少於90度，重心前移。照顧者方面，姿勢3寶：腰要直，脊椎中立，膝蓋微彎，降低重心，雙腳打開成功箭步。記住啊，你係導演，唔係苦力。8大扶抱黃金原則，呢8式好似武功秘笈，記熟咗你就係扶抱界葉問。原則1：事前準備，了解長者能力，計劃人手，檢查環境，輪椅鎖好未？例如轉輪椅前望一望地下有冇水漬。原則2：解釋指導，講清楚步驟，俾長者配合。例如婆婆，等陣掃3聲，我哋一齊起身呀。原則3：正確姿勢，挺腰收腹，曲膝扎馬，用大腿肌肉發力，想象自己係奧運舉重員，背直，用腿力。原則4：緊抱長者，抱長者似抱珍貴寶寶，貼實身體，重心合一。原則5：盡量靠近，縮短重心距離，等於減輕腰背負荷。距離產生美，喺扶抱嚟講，距離產生痛。原則6：扎馬下肢發力，一腳腳尖指向目的地，用大腿肌肉發力。例如轉阿婆去輪椅，腳尖就指住輪椅方向，似 GPS 導航。原則7：一人號令，多人協助時，由一人發號施令，口號清晰：1、2、3起，似拔河比賽，要齊心。原則8：善用輔具，起重器、移位滑步、體位轉移帶，可減低約60%受傷風險。呢個就係科技改變生活嘅真實版。7大實戰情景教學，啱啱講完理論，而家入正題實戰。每個情景我講重點，加一個避雷位。情景1：床上翻身，平臥，雙手交叉胸前，臉朝翻身方向，雙腳彎曲。照顧者一手扶膝，一手扶肩引導。避雷，千祈唔好直接拉手臂，甩臼嘅。情景2：床上坐起，先側臥，小腿垂下床邊，一手托肩頸，一手撐膝窩，順勢帶起。力學秘技，以臀部做支點，小腿重量產生力舉，唔使大力都起到身。情景3：床輪椅，輪椅與床呈45度角，鎖好輪椅，收起腳踏，臀部移到床緣，雙腳踏實，一腳站於長者雙膝間穩定，拉褲頭引導，長者雙手環抱你膊頭。情景4：輪椅坐廁，45度擺位，鎖輪椅，體力差嘅長者喺輪椅先褪褲到膝，再起身，保留尊嚴。情景5：輪椅車廂，臀部先入車座，一手護住頭頂，唔好撞門框。情景6：車廂輪椅，雙腳先移出車外，面向外側，用轉移帶起身，轉向輪椅，提醒長者扶住輪椅遠端扶手。情景7：坐姿站立，身體前移到凳面1/2位置，下巴超過膝蓋，重心投影入腳掌，向前向上引導，唔好強拉。金句：重心位置決定站立成功率。3大重點回顧，最後送你3句扶抱金句，請收好。1、技巧加輔具大於體力，唔好做大力士，要做聰明人。2、要學識借力，先保護自己，你冇事，長者先有得照顧。3、與長者溝通係核心，照顧唔只係身體，更係心。
今日學咗嘅嘢，返到屋企即刻試一次。唔識記得睇東東雲吞麵，小樹護士。多謝收看，下堂見。記住，你嘅腰係香港最寶貴嘅資產。